语听有无，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日的台语听有无。前一阵啊，土耳其就是华语讲的土耳其啊，发生大地震啊，咱台湾啊，唔那派出一大堆的救难队去救人啊，这救难队啊，带7只搜救犬。就是迄会晓斗找人、斗救人的狗啊，做伙去甲斗相共啊。因为这搜救犬啊，伫救人方面发挥真大的效应啊，佮生做正高水，所以引起国际社会啊真大的讨论。今仔日咱的台语听有无啊，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啊，人类定饲的这几种狗啊，台语啊会当安怎叫？伫考古学顶面啊，发现人类开始饲狗的历史，差不多是伫15000年前的中东开始的。那伫咱台湾，伫5000年前的大本溪文化，就已经有挖出人饲的狗的化石哦。迄时的台湾人饲狗啊，是因为狗啊会当帮助因拍拉的时啊，吸引野兽的攻击，嘛会当斗顾厝。后来啊，咱所发现讲啊，透过染种啦，咱会当培养出无共品种的狗啊，挺好满足人类啊无共款的需求。亲像啊，军队就定用到军用狗啊，就是华语讲的狼犬呐。那青美人咧，有为因带路的带路狗啊，就是华语讲的导盲犬。佮有啊，咱头拄讲到的救人的搜救犬，佮啊会当甲饲羊的人。斗过羊的牧羊犬啊，这个狗啊会当提供人类真大的帮助啊。其实啊，除了顶面这有特别用途的狗啊，伫所有狗的品种内面啊，上介侪种的，就是遐单纯要甲人做伴的狗啊啦。亲像啊，贵宾狗就是内面上出名的一种。迄贵宾狗啊，一只细细只，毛啊 QQ 啊。伫16世纪的法国啊，是拢用来拍蜡啦。但是啊，后来品种啊，豆豆个改良，变做啊贵族饲来做伴的朋友啊。但有的贵族佫会甲贵宾狗啊，一部分的毛甲撸掉啦，甲白头鬃尾啊，佫会甲穿衫，甲变化各种无共款的造型啊，袂输啊那咧饲囡仔共款。因为这种贵宾狗啊，较袂浪毛，尤其啊，迄种毛红红、咖比的红贵宾啊，这啊真好整理，佮细细只真高水啦，巧佮袂乌白咬人，所以啊，即摆台湾啊，也有真侪人爱饲。除了贵宾狗啊，迄啊一只无偌大只，毛长长的虎腮狗啊，就是华语讲的狮子狗啦。佮有啊，迄身躯长长啊，一只真高水的腊肠狗啊，这嘛是真侪人爱饲的细只狗啊哦。最近这几年啊，饲柴犬啊，就是日本话讲的柴犬的人啊，愈来愈多啊。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漫画啦、连续剧啦、电影啦，定会出现柴犬的影响啊。另外一方面，也是因为柴犬的外形啊，介高水的原因啦。伊啊，无真大只，脚短短，面啊圆圆，碰晒晒啊，迄尾溜翘翘，毛啊白白、红红、咖比啊，互人一看啊，就感觉足高水足爱。柴犬的个性啊，真活骨，佮对主人啊真忠，真好训练啊，真适合厝人来饲。那大型狗咧，有袂少人爱饲哦。其中啊，伫台湾上介受欢迎的，就是金毛的啦，就是华语讲的黄金猎犬。这金毛啊，虽然真大只，总是个性啊真温顺，佮真巧。伫各种狗的比赛内面啊，定拢会当得名哦。所以啊，是真侪人爱饲的狗啊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狗的种类啊，讲袂了啊，逐种拢有逐种无共的特色。观众朋友较介意倒一种咧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好 ，Super。